带状疱疹头一遍感染叫做水痘，若是讲好发，就是所称的皮蛇。这种疾病就算会好，若是自身免疫力下降的时阵就会复发。伫台湾，一般人有1/3的机会会得到带状疱疹。带状疱疹呢，它的身体会形成疼痛水泡，而且除了疼痛之外，在它痊愈之后，依然还是有可能会有发生所谓疼痛持续好几个月，甚至几年以上的情形，我们会称作疱疹后的神经痛。那为了要减少这种疱疹以及疱疹神经痛的情形，我们会建议，假使已经有发生带状疱疹的话，要及早接受抗病毒药治疗。根据统计，带状疱疹患者有一半伫50岁以上，超过60岁时阵的发生率会比20岁、30岁族群增加大约10倍。医生就建议，就算无发生，也会当来考虑接种疫苗。目前台湾总共有2种疫苗，较旧的只要拍一剂，保护力上悬7成，效力上济5档到6档。新的疫苗爱拍2剂，保护力会当来到8成到9成。这个疫苗它对身体有效的时间持续可能比较久，那而且另外特点是，它里面并不包含活的病毒株，是所谓蛋白质4单元重组疫苗，因此针对前面提到的这类免疫不全的患者，在使用上也会比较安全，就不会有所谓注射后接受到这个疫苗株病毒感染这个风险。医生表示，除了疫苗目前无法度会当预防皮蛇，只会当透过正常的作息、饮食等等，并注意自身健康，才会当提升免疫力，避免疾病发生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